利物浦近況令人大跌眼鏡，先係歐聯16強出局，再喺 Carabao Cup 決賽輸埋，主力球員去到季尾咧都明顯出現疲態，特別係沙拿最近可能受齋戒月禁食影響表現，對紐卡素嘅決賽更加係全場零射門。歐聯出局之後，沙拿今季應該都無緣金球獎啦。唔知道 FSG 會唔會乘機壓價，令沙拿續約風波再增添變數呢？今季英超已經有27入球、17助攻嘅佢，爭4球就可以打破英超一季47個入球貢獻呢個紀錄。不過想當年係一季踢42場嘅，如果沙拿踢38場都破到紀錄呢，話佢係英超史上第一人，可能當之無愧。講到破紀錄，沙拿今季喺 FPL 已經累積咗306分，仲有9場未踢就已經打破咗佢自己2017-18球季 total 303分呢個紀錄，得返英超一條戰線，相信沙拿喺剩低嘅比賽都會繼續刷數據，強烈建議 FPL managers 繼續 stronghold 沙拿。